南投德山的指南宫今仔日元旦发钱无，前5000名，阁会当摕到一粒金鸡卵。拍开这个鸡卵有各种的惊喜，有金手指、金破链，或者是现金6000块。莫怪是排队排甲长，将近10万人排7公里长。 排队排甲路长，民众大包小包也好线，有的人搁早移过头仔。排队的人潮是坐到规片草埔拢是人。庙方义工现场排队有7公里，大约有10万人。这个人拢是要来抢南投指南宫蛇年的钱宝。排伫咧头一位的民众是提早1礼拜就来占位。23号就先放野子，最想要一定是金戒指，但是名额。 希望渺茫啊，所以就可能会比较偏向是聚宝盆的部分。南投德山指南宫选伫咧元旦假期分蛇年的钱宝，前5000名，阁会当领到金鸡卵。鸡卵内底有各种惊喜，有的是金破链，有的是现金，甚至阁有机会通好抽到金手指。6、7年的时候会有在这边排，妹妹之前在2年前有拿过2000的金戒指，今天试到1000，我觉得非常幸运，然后很开心。为高雄来这口罩，今年真好运，抽到1钱的金手指。 金价即马伫咧悬点，换做市价，即卡金手指，但又是现金1万块。囡仔也是你的，囡仔抽到的啊，囡仔抽到。哦，你这囡仔好奇好。民众除了想要抽到金手指，阁有即个蛇年限定的珠宝盆造型套组，有民众摕到就赶紧来庙前过香炉。 觉得蛮可爱的，可以放在招财招财的地方。你就放在最明显的地方，比方说你门拍开哈，有的人就把聚宝盆放在你的那个银柜上面了，还是收银台也可以。今年元旦虽然敢若一天放假，不过也是成上万的民众来到指南宫排队摕钱宝，阁有求发财金，伫咧新的一年讨一个福吉条，求平安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林依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